幾十歲人，呢啲嘢唔關我事㗎。前2天我一到 YouTube 就知道他們要挑戰我。第一個 Honey， 香港的女生的魔術師 Miss Honey。Honey。然後這個是冰桶挑戰。今天回到 Facebook， 我第一時間就準備好晒所有嘢嚟到呢個天台，望住呢個五光十色嘅日景，然後接受佢哋嘅挑戰。然後在還沒有 challenge 這個之前，我要跟3個朋友說我要挑戰你。第一個是語言天才 Hello Kitty， 第二個是東樂的寶寶哆啦 A 夢，第3個是亞洲天王喜羊羊，記得要還給我。準備好了沒有？可以咯。等等，你 challenge 咁少水嘅？唔係，咁多，喂，滿啦，寫啦。倒轉個樽佢。嗱，倒轉咗啦。放開隻手，佢無賴。嗱，啲水自己唔倒落嚟咋，唔關我事㗎，真係呢個。凡士林係絕對嘅。其實冰水又有咩咁可怕喎？咁至於捐錢嗰方面呢，美國嗰邊呢就盆滿啦，咁我就唔捐俾美國嗰邊啦。咁但係關於 ALS 呢，咁我哋都有啲本土嘅機構係關注 ALS 嘅嘢嘅，咁我就捐去嗰啲本土嘅機構啦。咁如果咧你有興趣嘅話咧，你都可以喺呢度，咁你上呢個網址度留意多啲啦。